各位家長大家好，就等我凌 Sir 嚟同大家講一下我哋學校嘅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 計劃。首先等我講下點解我哋要進行電子學習。呢兩個 icon 係咪好熟悉呢？過往喺疫情嘅時間，我哋就係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同埋 Google Meet 對小朋友進行遙距學習，但係呢2年我哋用少咗。我哋睇一睇呢兩個嘅 app，反而我哋仲認識得更加深入。我哋發覺 AI 已經開始融入我哋嘅生活。大家又認唔認識以下嘅圖案？我相信絕大部分大家都認識，因為而家呢啲唔同嘅 app 充斥住喺我哋嘅手機或者平板電腦，我哋每一日都會用到。但係小朋友係咪用緊呢一啲？我相信小朋友對於呢一版嘅 app 會更加熟悉，因為佢哋成日學習都會用得到。究竟我哋嘅小朋友係點樣嘅呢？佢哋係好文靜定係好活潑嘅呢？原來專家話俾我哋聽，我哋嘅小朋友呢係屬於一個叫 A 世代嘅。佢哋有咩特徵呢？原來佢哋一出世，呢個世界已經充滿住電子產品，所以佢哋覺得一啲都唔好奇。佢哋好特別嘅，佢哋比較少利用文字嘅，佢哋係鍾意用圖片同埋表情符號去溝通嘅。而智能手機或者係平板電腦，其實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溝通橋梁。我哋諗一諗，今年小朋友大概係9歲到，但係去到21歲，佢哋大學畢業嘅時間，呢個世界會係點樣樣嘅呢？10幾年究竟可以做到啲咩呢？我哋睇一睇，原來呢一啲唔同嘅大型科技公司，例如 iPhone、Facebook、WhatsApp 等等，原來佢哋都係只係發展咗10幾至到20年，已經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公司。呢個世界運轉得咁快，咁我哋嘅小朋友將來要點樣培養呢？我相信我哋嘅小朋友，因為個世界發展得太快啦，我哋其實係要更加注重培養佢哋嘅創意啦、解難啦、運用科技能力啦、溝通能力等等啦。知識佢哋隨手可以揾得到，但係呢啲唔同能力嘅培養先至係最重要。咁究竟點樣培養呢？平板工具、平板電腦其實係一樣好好用嘅工具，佢可以幫我哋培養到小朋友唔同嘅能力，例如編程啦、創意啦。而家 ChatGPT 我哋可以生圖，其實就係用緊平板電腦或者電腦。佢哋點樣利用呢個平板電腦幫到溝通啦、資訊素養啦，或者係利用科技嘅能力等等。我哋好着重同學電子學習嘅經歷，呢啲都係佢哋平日學習嘅相片。唔同嘅科目都會有唔同嘅發展，咁我哋略略望一望。例如圖書，同學仔佢哋有好多方法睇到電子嘅圖書，例如e閱讀啦、Epic 啦，或者係佢哋透過一啲閱讀分享，拍 YouTube 同同學互相推介圖書。唔同嘅科目，我哋都陷入咗唔同嘅電子學習嘅經歷落去，例如 Padlet、Epic 或者係 Kahoot 等等。呢一啲就係同學平時課堂借用電子平板電腦進行學習嘅相片。佢哋會利用平板電腦協助寫作啦。佢哋會返屋企搜集一啲嘅資料，例如拍片啦，同同學互相分享。佢哋會利用平板電腦嘅 App 協助數學書等等進行一啲推理。
或者係完成一啲課堂嘅活動。下個學年同學仔已經5年級啦，佢哋其中2個科目會完全使用電子書，當中包括咗普通話同埋電腦科。就等我哋睇一睇呢本電子書係點樣樣嘅。同學開咗佢哋嘅 iPad，佢哋會揭開相關科目嘅電子書，例如普通話電子書。佢哋可以睇到當中嘅課文，或者可以直接使用咗當中嘅多媒體，例如書本可以直接閱讀普通話俾佢哋聽，或者係有啲小遊戲、小動畫。漢明帝得知老師桓榮病重，好啦，而家就等我講下我哋為同學選購嘅平板電腦。我哋學校係會以 Apple iPad 嘅平板電腦為主。點解呢？因為相對上佢哋嘅系統穩定好多，教學軟件亦都多好多。同學平日喺學校就係借用 iPad 平板電腦。呢個而家我哋借用平板電腦或者購買平板電腦，就完全符合返佢哋平日嘅學習經歷。部分同學佢哋有資助嘅身份，佢哋可以借用到 iPad 嘅平板電腦，當中包括咗乜嘢呢？包括咗一部嘅平板電腦，火牛啦。平板電腦會貼上咗保護貼，同埋會有保護套。另外會安裝咗學習管理嘅系統。部分同學就會有需要購買自己嘅平板電腦。我哋今次為同學挑選咗2款嘅iPad 平板電腦，分別係啱啱推出嘅第11代最平實版嘅 iPad。我哋會以一個套餐嘅形式俾家長選擇。最基本嘅 iPad 第11代平板電腦，佢哋會包括咗平板電腦啦、保護貼套啦，同埋安裝好咗嘅學習管理系統。最基本嘅128G 大概係2800幾蚊。有部分嘅家長可能會選擇埋一個加強版嘅延長保用 Apple Care Plus， 而呢個我會比較推介家長同時間購買嘅，因為一個平板電腦佢基本會跟咗1年基本嘅保養，但係呢個保養呢，其實係唔包跌爆 mon 等等嘅，所以萬一部機唔小心跌爆咗 mon， 咁點算好呢？如果就咁攞去蘋果公司度整，可能都會超過1000蚊。如果家長同時間購買咗呢個叫 Apple Care Plus， 佢係一個加強嘅保障。咁當你攞咗一部跌爆 mon 嘅機去蘋果公司度維修，可以直接用348蚊直接換過一部新機，而喺2年之內可以無限量重複使用呢一個，補348蚊換過一部新機。好啦，呢一個第一個 A 套餐就係 iPad 第11代嘅128G 嘅版本。有部分嘅家長可能會想選購大少少嘅版本，好啦，呢個就會係 iPad 第11代256G 嘅版本。最基本都係會套餐形式3600幾蚊。如果家長都選購埋2年嘅 Apple Care Plus， 大概會多400零蚊，總數大概會係4069蚊。套餐 C 呢幾年有部分嘅同學會覺得，原本嘅 iPad 都有少少重喎，佢哋想揀一啲輕少少嘅版本。頭先我哋所講嘅 iPad 第11代嘅版本係11寸大嘅 mon， 一般同學都會係用11寸大嘅 mon。
有啲同學話：我想揀一部輕少少，我唔介意個 mon 細少少。如果同學揀 iPad mini，佢相對上會輕一啲，但係佢個 mon 都會細一啲。佢個 mon 大概會係8.3寸，而頭先 iPad 第11代個 mon 係11寸。呢部 iPad 嘅 mini 佢嘅性能會高少少，雖然佢個 mon 細，不過佢裡面嘅 chips 就會係快少少。咁呢一部 iPad mini 256GB 嘅版本，佢成個套餐價大概係4400幾蚊。如果買埋 Apple Care Plus 2年，大概會係4800幾蚊。咁家長就可以自己揀，究竟我會跟翻一般同學買 iPad 第11代啊，定係想為子女選購一部輕少少，不過個 mon 就會細一啲嘅 iPad mini。好啦，我哋學校唔同嘅電子學習自攜裝置計劃，究竟有邊幾種情況呢？應該一共會分咗做3種情況。第一種係家長自己準備一部平板電腦，可能係家長自己出去買啦，或者係有啲阿哥家姐留翻低㗎啦。咁家長可以稍後俾呢部平板電腦小朋友帶翻嚟。不過家長需要透過學校購買一個流動裝置嘅管理軟件 MDM， 因為我哋學校為同學挑選咗唔同嘅 app， 我哋要透過呢一個嘅平台導啲 app 入去，所以家長如果係自備 iPad 嘅呢，都需要購買呢個流動裝置管理軟件。同學由小4一路用到小6，大概係220蚊。咁稍後會透過電子繳費嘅形式向家長收取。第二種情況，可以向校方借用平板電腦，不過呢一個係一個優質教育基金嘅計劃，而佢需要同學符合以下3種嘅資格。同學正在申領綜援，同學可能係領緊全額書簿津貼或者係半額書簿津貼。如果同學符合呢幾個嘅條件，就可以向校方借用平板電腦。第3樣，同學可以，如果我冇資助資格嘅，本身屋企又冇 iPad 平板電腦嘅，同學可以經校方代為購買平板電腦。好啦，首先講一講第一樣。頭先其實我都講咗少少㗎啦，家長自己為小朋友準備 iPad 平板電腦。第一樣，家長需要透過校方購買呢個流動裝置管理軟件 MDM， 大概係220蚊，稍後會電子形式繳費。而家長為同學準備嘅 iPad 呢，最少需要有64GB嘅儲存量，係啦，同埋要係2014年之後嘅產品。可能呢部機會係普通嘅 iPad、iPad mini、iPad Pro 或者 iPad Air，全部都會用得到嘅。但係請家長注意，一定最少要有64GB嘅儲存量。過往有同學帶咗部16GB或者32GB嘅機翻嚟，咁學校本身為同學準備咗要安裝落去呢部機嘅 app 呢，就會安唔晒啦。而家長稍後送呢部機翻嚟嘅時候呢，我哋會對呢部機進行洗機，咁當中會清除晒裡面所有嘅內容，同埋回復咗原廠嘅設定。所以請家長交機翻嚟之前，自己需要攞走裡面嘅相片啦，或者係珍貴嘅片段。不過家長唔需要咁心急送部機翻嚟，稍後我哋會約同學交機嘅時間嘅。第二樣，當家長符合以下3種嘅資格，就可以向校方借用平板電腦，分別係同學正在申領綜援、全額書簿津貼或者係半額書簿津貼。咁樣有咩文件需要交呢？好啦，當家長透過 School App 回覆呢個電子通告嘅時間，領取綜援嘅同學呢，就需要拍照，拍一張清楚嘅照片。嗰張照片係乜嘢呢？
就係有同學姓名嘅綜援資格證明書，可以係綜援申請結果通知書，或者係綜援金額通知書，或者係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不過請大家注意，呢張相面需要影得清晰，同埋係正面咁樣影，當中係需要有同學嘅姓名，同埋綜援嘅領取時間係未過期嘅。好啦，至於另外有同學申領緊全額書簿津貼或者係半額書簿津貼，咁同學就唔需要交回任何嘅文件，即係唔需要拍照交回文件，因為學校本身已經有同學相關嘅記錄。當 iPad 喺學校安裝完成之後，我哋就會陸續借用俾有資助資格嘅同學。咁同學幾時歸還呢？同學會喺小六畢業，或者係升學，或者係轉校之前，就需要歸還返所借嘅所有物件。第三樣，有同學本身冇資助資格，亦都冇 iPad 平板電腦，咁同學就可以經學校購買平板電腦。咁同學就會需要將實體通告嘅平板電腦訂購價單填寫，交返俾班主任。如果家長未能夠出席5月9日嘅展銷會，咁請家長同時間釘上相關嘅支票，咁我哋會將家長嘅平板電腦訂購單連埋預早開好咗嘅支票一齊交俾供應商代為訂購。咁當所有 iPad 到學校安裝好軟件之後，我哋就會另定派發日期，因為當日展銷會係唔會即刻買到平板電腦嘅，只係一個訂購嘅時間。付款形式可以包括咗現金、支票、信用卡，包括咗 Visa、Master、銀聯等等。好啦，學習管理系統係啲咩嚟嘅呢？我哋學校嘅 MDM 學習管理系統其實就會預先幫同學嘅平板電腦安裝一啲佢日常都需要使用嘅學習嘅 App， 而我哋會關閉咗同學平板電腦裏面本身嘅 App Store， 而改為咗一個我哋學校自設嘅 App Store， 等同學嘅平板電腦可以再純粹學習一啲，就唔會成日可以又睇下呢樣睇下嗰樣，搜尋唔同嘅嘢。至於同學有陣時有額外嘅 App 嘅需要，咁同學就可以主動申請安裝返呢啲嘅 App。過往家長都會擔心會唔會遺失咗 iPad 平板電腦或者小朋友打機嘅問題，我哋就係透過呢個平台，盡量幫呢兩個危機減到最輕。好啦，我哋睇一睇同學 App Store 嘅形式。一般我哋會安喺同學 iPad 嘅第3版。我哋撳咗呢個 MDM 嘅平台入去，撳一撳左下角嘅公仔，我哋就會發覺有一啲過往同學申請落咗嘅 App， 咁同學或者家長就可以喺呢個位度自行安裝。如果揾唔到相關嘅 App， 或者本身同學過往舊嘅同學冇申請落呢啲 App， 咁家長可以再主動申請一啲新嘅 App。好啦，接住落嚟就會講一啲家長過往都問過嘅問題。第一， iPad 嘅擁有權係邊個嘅呢？如果自備 iPad 嘅同學，或者係自己經學校購買 iPad 嘅同學，當然部機係屬於家長㗎啦。至於借機嘅同學，呢部機其實係屬於學校嘅，同學需要喺小六或者係轉校嘅時候歸還。第二，同學畢業之後 iPad 會點樣呢？對於自購機嚟講，我哋會幫同學解鎖，即係解返呢個 MDM 嘅平台。
至於借嘅機就直接連埋相關嘅配件歸還俾學校就可以啦。好啦，有家長會好擔心，我借用嘅機損壞，咁點算好呢？請大家放心，同學，我哋要求同學需要小心使用借用嘅物件。如果嗰件物件係自然嘅損壞，例如佢冇辦法充電，或者係螢幕自然損壞咗有啲問題，請佢即刻聯絡我凌 Sir。如果佢自然損壞，我哋會攞相關嘅平板電腦去維修，維修完成咗之後，再會交回俾同學嘅。但係如果嗰部機，所以一般嘅損毀，我哋係唔會要求家長賠償嘅。但係如果嗰樣嘅損毀係同學蓄意嘅，咁學校根據返教育局嘅通告同埋學校嘅行政手冊，我哋有機會向同學追收返維修嘅全額費用。不過請家長放心，我哋好少可會同同學追收相關嘅費用嘅。好啦，第二，平板電腦究竟係放喺邊度嘅呢？平板電腦因為係一樣學習嘅工具，所以我哋要求同學每一日都帶返屋企。所以同學係需要每一日帶部機返屋企，亦都係返學校，因為佢需要喺屋企都進行相關嘅電子功課。好啦，至於軟件更新係點樣嘅呢？因為同學部機安裝咗學校嘅流動管理裝置嘅 MDM 平台，咁我哋嘅平台逢星期六辦公時間內就會同同學自己進行呢個軟件嘅更新。只要同學開啟咗相關嘅平板電腦，並且連接咗上屋企嘅無線網絡，咁部機就會自己更新軟件。好啦，如果同學係自己買機返嚟，咁點樣做呢？好簡單，第一樣要注意嘅就係我哋安裝呢個流動平台落去之前，家長需要自行備份返相關嘅相片同埋影片，因為當我哋一安裝落去嘅時間，部機原本有嘅 App 相片同埋影片就會清除晒㗎啦。另外，家長交機返嚟之前，就請家長先關閉部機嘅密碼。如果裡面有 Apple ID 嘅，請家長先行登出。如果家長之前開啟咗螢幕使用時間功能嘅，都請家長先關閉咗相關嘅設定。好啦，借機需要啲咩文件呢？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綜援嘅同學，正在領取綜援嘅同學，需要拍照、清晰嘅照片，交回以上嘅文件。至於書簿津貼全額或者半額書簿津貼嘅同學，基本上係冇文件需要交回，只要喺手機嗰度相關嘅通告回覆咗就得啦。好啦，自己帶返嚟平板有咩性能要求呢？頭先我哋講咗啦，最少要係2014年之後嘅 iPad 嘅版本。不過最重要嘅就係佢裡面嘅儲存量最少要有64GB。好啦，乜嘢係延長保用呢？因為一般 iPad 其實佢本身就有1年基本嘅維修保障，不過呢個嘅維修保障要小心啦，係唔包括跌爆 mon 嘅。所以蘋果公司推出咗一個叫 Apple Care Plus 嘅延長保用。呢個延長保用其實就係由買機嗰日開始，第1年同埋第2年就會有一個加強嘅保障。裡面萬一你唔小心有嘢損壞咗，例如電池，佢可能插唔到電，或者係插電嘅插頭有問題，或者係部機唔小心跌爆咗 mon， 相關就可以直接補回300幾蚊，就可以換過一部新嘅機。
另一樣，學生可唔可以自行安裝軟件嘅呢？其實係唔可以嘅，因為我哋會封鎖咗原本 iPad 裡面嘅 App Store，我哋只係會開放學校嘅應用程式商店。不過同學都可以喺上面下載咗好多嘅學習軟件。如果同學另外有一啲學習軟件嘅需要，可以主動提出申請。將來呢一啲嘅路徑會喺第日嘅通告度會再派發。好啦，多謝各位嘅收睇。